由於內容較長，我先作簡介下啦。話說某網友表示，一方面質疑澳門本地本科畢業醫生能唔能夠勝任工作崗位，另一方面又幫協乜洗地，而4+4培訓計劃卻係協乜醫院開展嘅，造成矛盾尷尬局面。一開始小編就冇太深入關注，咁但係小編再翻尋資料時啦，就發現水分十分深辣，又聯想起近嚟本地醫生求職困難，就容易理解問題啦。簡單啲講，4+4其實係特別人士嘅綠色通道，本地本科畢業醫生當然只能夠被失業處理，又正好有逃失事件佐證。好啦，而家開始正式內容啦。讀4年醫嘅醫生有病，咁俾佢哋醫咩？好有趣，有件嘢化名為林乜君，係我上貼係回應話，救死扶傷可以有立場有配額咩？當然係能者居之啦。係啊，你認為澳門啲所謂5年本科畢業嘅醫科生可以勝任到咩？按選拔率嚟計算，大陸嘅醫科生都只有極少部分985院校博士可以入到一流醫院，依家仲要係協乜？按呢種選拔率，澳門本地醫科生亦都只有極少部分人能夠進入協乜，而唔係唔理好醜照單全收。呢條友呢係支持協乜唔用澳門醫生，因為只喺內地醫科大學讀5年本科，澳門人呢可能少注意嘅，仲要係協乜醫學院自2019年起呢，就開展咗一個名為4+4醫學博士項目計劃。協乜醫學院校長黃乜乜2023就極力吹噓呢個計劃，佢話今年係我哋首屆4+4醫學試點班嘅畢業年，4+4嘅啟動咗中國醫學教育嘅一個新嘅起點，就係將醫學教育定位喺研究生教育上。亦即係話咧，醫學教育所招錄嘅咧係各個專科，不管係自然科學同埋技術，不管係人文學科與文化，唔理係社會科學與方法咁樣嘅多學科背景嘅學生進入協乜醫院，經過4年嘅醫學院嘅培養，喺4年對優秀學生嘅高強度培養，使佢哋成為醫生。由此，醫學就匯入咗多學科嘅基因，唔理係文學、藝術、哲學，還是社會學、經濟學、法學，還是物理學、化學、數學，還是生物學嘅基因，都會喺醫學咧係獲得表達嘅。咁因此咧，4+4咧就係匯集咗多學科背景嘅學生咧嚟到喺協乜醫學院。因此咧就具備一定嘅醫學教育條件，或者話相對較好嘅醫學教育條件嘅醫學院嚟進行個醫學教育，令到佢哋成長為醫生。內地嘅醫學本科係5年，包括4年校內學習醫科嘅專門知識，醫學嘅專業課程特別多，52門課用4年時間嚟到學都好緊湊，加1年醫院各科輪轉實習。喺內地，一個醫學本科生要當醫生，實際上仲需要進行3年嘅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，方可執業。所以醫學本科畢業生繼續讀研讀博，幾乎係必經之路。而協乜卻創出呢種4+4醫學博士計劃，實際喺醫學專業嘅學習僅得4年時間，就成為一個醫生啦，而且係響當當嘅醫學博士，係咪有啲兒戲啦？你可以想象一個只讀4年醫嘅人，因為醫學就匯入咗多學科嘅基因，佢之前係有文學啊、哲學啊、社會學啊、經濟學或者法學嘅學士學位，到底對佢嘅醫療水平會有啲咩助力？有咗呢啲同醫科毫無關係嘅專業知識，就可以有助於佢成為一個有能力醫人嘅醫生咩？如果咁樣都得，以後醫科不如讀4年就夠，何必浪費8年時間嚟培養一個醫生？嗰件化名為林乜君嘅嘢上台協乜個招牌出嚟洗白，
佢質疑喺內地讀5年本科嘅澳門準醫生唔夠班，但佢唔知原來就係怯乜，就製造咗只接受4年醫療專業教育就成為博士醫生。果然仲要係怯乜醫院喎，正應咗林乜君個句，俾啲只讀4年醫科阿貓阿狗醫科生幫你睇症，你又敢唔敢睇？暫時講到呢度，拜拜。